各位主內兄弟姊妹早晨，今日係四旬期嘅第二主日，基督戰勝死亡，為跟隨佢嘅人帶來救恩。讓我哋妥善準備自己，俾能瞻仰基督嘅聖容，獲得永生嘅喜樂。今日嘅彌撒經文喺經書嘅第23頁，或者參考兩個電視熒光幕。一息間嘅進堂詠係頌恩歌書嘅210首210首四旬期歌，喺度提醒各位兄弟姊妹將手上嘅手提電話或者其他嘅響鬧裝置調至靜音或者關機模式。請各位起立。
我心中思想在想，你應該尋求他的義用。上主，我在尋求你的義用，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臉面。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Amen。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各位兄弟姊妹，嚟到四旬期第二主日，我哋伴同基督，再一次就呢一個逾越，為我哋補贖罪過，為我哋嘅痛悔，天主能夠徹底咁樣改變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命嘅方向，我哋又再過呢一個四旬期，喺主日特別慶祝佢嘅復活，紀念佢，唔單止為我哋進入呢一啲嘅痛苦，都為我哋克勝呢一切。佢有改變我哋嘅能力，佢今日都要發現佢嘅能力，透過禮儀，透過我哋默想聖經，透過我哋嘅團體生活。各位兄弟姊妹，現在我們大家認罪虔誠地舉行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阿們。請眾同禱。天主，你命令我們聽從你愛子的教導，求你使我們由你的聖言得到滋養，並能淨化心靈的眼目，愉快地享見你的榮耀。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天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阿們。今日嘅讀經一當中記載亞巴郎蒙召嘅經過，於是所有蒙召嘅人都係有福嘅，並將成為他人嘅福源。請各位細心聆聽。恭讀創世紀。那時候，上主對亞巴郎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到我指給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降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我要降福那你祝福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
地上萬民都要因你而獲得祝福。亞巴郎於是照上主的吩咐，動身出發。上主的話。上主，求你向我們光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上主，求你向我們光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因為上主的言語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為都是信實的，他愛護正義和公理，他的慈愛彌漫大地。上主，求你向我們光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請看上主的眼睛常關注敬畏他的人，他的雙目常眷顧靠他恩慈的人，為使他們的生命脫免死亡，使他們在饑饉時生活如常。上主，求你向我們光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我們的靈魂請仰望上主，他是我們的保障和輔助。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上主，求你向我們光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上主，求
喺讀經已講出，喺基督內蒙召嘅人將能分享不朽嘅生命。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親愛的，你要倚賴天主的大能，為福音同我共受勞苦。天主拯救了我們，以聖召召叫了我們，並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為，而是按照他的決意和恩寵。這恩寵是萬世以前，在基督耶穌內賜予我們的。現在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出現，顯示了出來。基督毀滅了死亡，藉着福音彰顯了不朽的生命。上主的話。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他。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瑪竇福音。那時候，耶穌帶着伯多祿、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單獨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耶穌的面貌發光，有如太陽，他的衣服潔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亞也顯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伯多祿就開口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如果你願意，我就在這裏搭3個帳棚，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伯多祿還在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了他們，並且從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門徒聽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於是耶穌前來撫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他們舉目一看，見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穌獨自一人。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上主的話。呢台彌撒為鄭德信 Thomas 嘅靈魂安息奉獻。各位主內兄弟姊妹，四旬期第二主日啦，已經過咗超過10日，我哋嘅悔改更新做成點呢？知唔知道今日喺我哋鄰近行上主教山，喺 FMM 瑪利亞方濟各愛傳教女修會嘅會院有10幾個候洗者。你話係咧？啲候洗者上個禮拜喺晒度，今日就唔見人啦。佢哋做緊避靜啊！候洗者都做緊避靜，你呢？你準備咗今年安排好你嘅避靜未啊？堂區都有個半日嘅退省，喺3月尾。有啲遲喎，要做嘅話，可能要自己開始先，開始行一啲嘅路。好似我哋呢幾個主日不斷咁樣會回溯翻喺救恩史入面重要嘅片段，天主想同我哋行一次嗰啲嘅路。好似上一個主日我哋聽到講起天主創世做亞當厄娃，冇錯，本來嘅祝福，本來嘅美好，但係後來人喺誘惑入面跌倒。佢跌倒之後，佢失去咗好多呢啲本來嘅禮物。於是我哋喺福音聽乜嘢啊？聽耶穌喺曠野40日受試探。亞當厄娃見過鬼怕黑，受過誘惑，唔知下次點面對。好似我哋一次又一次，點解做唔到悔改更新啊？唉，又係咁，我做過啦，呢樣都冇改變。你睇我嘅性格，我嘅脾氣，我講嘅說話，我點樣對人，我都冇變。於是我哋就放棄去轉變。而事實上，天主知道我哋驚，所以佢見到我哋驚誘惑，佢自己受誘惑。第二個主日，我哋默想亞巴郎，你見到順序嘅喎。亞當厄娃，跟住到邊個啊？而家講亞巴郎。喺第一篇讀經，我哋聽到上主對亞巴郎講：你離開你嘅故鄉、你嘅家族、你嘅父家，或許嗰度會有同罪惡有關嘅事。但係我哋以亞巴郎佢後來嘅回應，我哋可以咁講，佢其實係得天獨厚，佢其實係一個本來已經有信德嘅人。天主想邀請佢去發呢個信德。因為原來當我哋有咗好多嘅物質，好多我哋嘅父業，祖先留俾我哋嘅，我哋依恃住嘅，我哋可能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安穩，一啲嘅一啲嘅舒適，呢啲全部我哋都可能阻礙我哋去跟隨天主。天主邀請亞巴郎以信德去行出去，成為一個有福源，可以個福源帶俾萬民。你會成為一個大民族。我要祝福嗰啲祝福你嘅人，你路上見到嗰啲人，你呢個大民族你要做萬民之父添。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祝福。但係我哋記唔記得啊？亞巴郎係點樣走出去達到呢啲嘅祝福？都要動兵打仗。我哋睇到啱啱伊朗發生嘅事係咪？有冇少少驚懼？世界嘅嗰種表面嘅和平，表面嘅政治正確，表面嘅忍讓，如果唔係真實而係表面，如果我哋嘅悔改係唔係真實而係表面，
原來好脆弱，隨時毀於一旦。到最後我哋又係喐手喐腳，我哋又係互相支配，我哋又係以力量制勝，而唔係以德服人。我哋又遠離我哋人性嘅光輝，再次翻去老祖先或者近代戰爭嘅場面。我哋要幾時先至學識放低我哋嘅屠刀，放低我哋嘅暴力，放低輕視別人，放低講大話、欺騙人嘅口舌，講壞話、殘害別人嘅說話，傷害他人，甚至傷害他人嘅安危安穩。因為即使亞巴郎走出信德嘅道路，佢從佢而走出嘅呢個能夠成為萬民之父，萬民逐漸咁因佢而得福。喺佢身邊有好多嘅外族，因為亞巴郎開始出去，佢雖然都要動兵打仗啊，但係都有好多時候呢，譬如遇到撒冷王啦，遇到好多嘅有啲嘅民族去求和啊，佢都放低。我哋都見到喺救恩史入面，亞巴郎係一個好重要嘅，好似亞當厄娃咁樣嗰種本來嘅美好。但係若果我哋唔悔改，呢條道路冇辦法展示俾我哋冇辦法做亞巴郎之子。我哋知道後來呢啲以亞巴郎為首嘅民族，後來發生咩事？呢個達味嘅王朝，嗰啲以亞巴郎為首嘅，甚至今時今日伊斯蘭教去追溯到亞巴郎，追溯到伊士馬爾，佢哋今日你睇下什葉派同埋遜尼派，你睇下喺世界嘅局面，人係咪真係可以喺亞巴郎嘅信德入面掌握咗信德嘅福氣？今日呢，我哋有啲小朋友呢會延續呢個新春嘅我哋未完啊，未到15啊，咁啊會延續我哋喺呢度嘅少少新春嘅氣氛，所以呢，你見到拆晒啦新春氣氛啊，留低個菊花啫，係啦，留低少少，係啊，下個禮拜都冇啦，真係進入一個曠野嘅時期啊，曠野嘅最後一朵花啦，已經係，同埋啲小朋友呢，陣間呢又會有啲嘅活動啦，我哋有生日會。今日生日會呢，你會飲到嘅奶茶、咖啡呢，我哋今個禮拜5亦都有機會親自去學下。喺聖心晚會呢，會有得學下。咁如果嗰啲呢講咗好耐俾神父聽，神父幾時有得去知道嗰個秘笈啊，或者想自己學點沖啊？你哋記得禮拜5要報名啦。今日星期5嘅聖心晚會啊！我哋呢個信德嘅團體點樣可以好實在慶祝天主喺我哋內帶我哋行出一個不同嘅道路呢？亞巴郎信德嘅道路，唔係依恃我哋，唔係靠我哋自己，係靠天主嘅話，唔再依賴自己本來有嘅，反而走新嘅道路，唔係一種用爭鬥、用鬥爭去達出嚟嘅一種新嘅一嘅門路，而係以信德聽天主嘅話，轉向天主，好似兒子兒女轉向父親，轉向天主新嘅道路。呢種新嘅道路會好似喺福音入面，我哋今日聽到耶穌帶住嗰幾個跟隨咗自己一陣嘅人，唔知佢哋有信德未啊？佢哋可能都見過匝凱呢啲喺路上呢啲稅吏，係耶穌叫佢做亞巴郎之子。佢哋都可能見過呢一啲有信德嘅人喺路上，唔知佢哋而家有未啊？不過佢至少終於見到有信德嘅耶穌，佢講住佢嘅死亡，大概喺山上面顯示嘅係唔能夠同佢即將要面對嘅苦難去媲美嘅一種光芒。喺佢側邊仲有邊兩個人啊？小朋友，邊兩個人啊？我知你哋聽緊嘅。係啦，可能未噏得出啫。係啦，喺耶穌側邊仲有梅瑟同厄里亞。一諗起梅瑟，係啊，嗰個見完天主會發光
啊，係啊，呢個係全身發光，唔係淨係塊面。呢個係比梅瑟更大嘅一位。阿里亞坐住火馬車走上個天度，偉大嘅先知，一個人去鬥幾百個司祭嘅一個先知。佢嘅唔驚懼，佢嘅眼中閃亮住火光嘅，而家喺耶穌身上係全身發光。呢個係有信德嘅人。中途見到有信德嘅人講論住死亡，但係佢唔只係炯炯有神，佢係全身發光。神父都祝呢度嘅教友新春，特別係今個新春、今個四旬期，你能夠全身發光，發現嘅係信德嘅光芒，因為你唔再依賴你自己嘅本來嘅家當，你自己本來依恃住嘅地上嘅嗰啲有限嘅，依賴受造物，依賴你自己嘅所謂嘅經驗，呢啲佢哋都好，唔使抌晒佢。但係天主要我哋打開嗰個外殼，先至能夠獲取入面嘅寶藏。法律，聖保祿話係只係一個啟導者，幫我哋到最後唔係放棄呢個法律，但係當我哋打開佢嘅時候，入面福音嘅喜樂、福音嘅自由、福音嘅俾我哋嘅信德，我哋先至會獲得。所以唔好驚啊！衝入去告解亭度，捉住啲神父。呢個四旬期咧，你哋係有咩啊？你哋係有個特別嘅牌照嘅。捉住個神父，神父四旬期啊！你就要講神父四旬期，我要辦告解。如果我哋咁有決心去悔改啊，我哋嘅家庭會轉變。呢個係信德嘅開始。跟住咧，我哋會越坐越好啊，越企越正啊。我哋成個人會端莊，我哋嘅祈禱生活會有規律。我哋開始咧會着得唔係身光頸靚，而係純樸，而係實在。我哋會有一個開始逐漸發光嘅容貌。你啲朋友會開始話你聽，你屋企人話你聽，你唔同咗你個樣。點解你咁精神？點解你咁唔夠瞓都咁精神？點解你咁多嘢做都咁精神嘅？哇！你處理咁多事務都可以有面容發光，呢啲係信德俾我哋嘅。只有信德嘅人先見到嗰條路嘅，冇信德嘅人呢，淨係見到自己嘅路。唯有一條信德嘅路係用信德嘅眼光先睇到嘅。聖保祿話：我哋要以信德行走，唔係用眼光，唔係用自己嘅視覺。你都知道而家視覺幾容易俾人哋欺騙，又或者有幾多視覺嘅效果，令到你以為嗰啲係真嘅一樣，係咪？望上個天睇煙花，哇，真嘅一樣，嗰啲無人機。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有信德呢？天主好想幫我哋行出呢條新路，光明嘅路。佢係人嘅光，天主係人嘅光，而我哋接受呢個光，就能夠做光明嘅子女。特別同呢啲喺淨化光照期，喺四旬期後洗之後，後洗嘅時候嘅呢啲後洗者，佢哋嘅淨化光照期，我哋陪同佢哋一齊走入呢個光，走入亞巴郎見過嘅光，走入去耶穌發現嗰個比亞巴郎更大、比梅瑟、比厄利亞更大嘅光。琴日咧，神父同佢哋大避靜啊，今日劉神父喺上面同佢哋開彌撒大避靜啊。我哋呢個家庭喺度一齊悔改，一齊互相幫助。所以你要諗下點樣帶你嘅屋企。琴日我同劉神父企喺度傾偈，傾咗2個幾3個鐘，傾堂區、傾教區嘅事，傾自己嘅悔改，傾好多嘅事。企喺度傾到1點鐘，有凳唔坐。神父都喺度諗，多謝天主，係天主幫緊我哋個家庭組織起嚟，成為一個有信德嘅家庭。
唔係而家嘅就係表達所有嘅，眼前嘅未係結局。復活嘅基督俾我哋見到眼前嘅唔係結局。聖保祿喺第二篇讀經都講，天主以聖召嚟召叫我哋，天主拯救我哋，唔係按照我哋嘅行為，係按照佢嘅決意同埋恩寵。基督毀滅嘅係眼前嘅死亡，佢即將面對嘅添，但係藉住福音彰顯不朽嘅生命。你同我被召選，不斷超脫離開眼前嘅。神父嚟緊禮拜二咧會超脫一啲咁樣咧，講一個關於超脫嘅主題咧，喺澳門大學啊，同澳門大學嘅教職員學生以導師嘅老師啊，唔係神父啊，以老師嘅角色行入去澳門大學去做呢個講座，希望組織啲天主教徒喺大學嗰度開始聚會。請你哋為我祈禱，為佢哋呢個聚會祈禱。希望開始由第一間就有第二間，一間一間嘅大學，一間一間嘅每一間學校，佢哋會有善會，佢哋能夠有真正基督徒嘅團體，一齊學習悔改，一齊互相去，唔好俾眼前嘅就阻擋自己嘅前進。我哋嘅前進都唔係口號，因為有信德同埋信德嘅始創者，信德嘅實行者。耶穌喺我哋前方，佢為我哋展開咗不朽嘅生命。呢個信德嘅道路已經為我哋得勝，已經到達咗。你同我只需要喺路上信賴佢，開始祈禱嘅虔誠嘅生活，時時以誡命去克制自己，明白天主嘅心意，愛天主愛人咁生活，接受天主一切嘅安排，喺佢嘅美好入面去爭取嗰條信德嘅為你嘅道路。呢度天主仲想召叫一啲嘅，尤其是年青人，過一啲唔同嘅道路。神父今日都見到一個由細睇到我大嘅修女啊，嚟咗澳門啊，所以今日咧特別精神，諗起自己信德嘅道路。喺度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你哋記唔記得喺呢度陪你行信德道路嘅父母同埋教友？嗰啲導師坐喺嗰邊，係啦，啲導師，你有冇諗起佢哋？你想唔想今個四旬期大家一齊勇往直前，以信德行走？想唔想見到信德嘅效果，全身發光？請你信賴天主，同整個家庭一齊信賴天主，呼喚你嘅家庭一齊回應天主嘅召叫。我哋為福音一齊共同勞苦。上主，求你向我哋廣施慈愛，有如我哋對你所懷有嘅期待。阿們。我信全能的天主父，
親愛嘅兄弟姊妹，我哋今日團聚一起，懷住信德，渴望做亞巴郎嘅子女，喺新約大司祭基督耶穌嘅帶領下，行出信德嘅道路。而家懷住同樣嘅信德，我哋向天父祈禱。請為教會的神長祈禱，求主使他們的言行常反映出基督的光明喜樂，領導世人共創新天地。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活於黑暗及信德薄弱的人祈禱，求主驅除疑雲慘霧，使之喜見真光，而進而為基督作證。我們同聲祈禱。請為受凌辱、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祈禱，求主賜他們從受苦的救主身上獲得安慰與希望，勇毅堅忍，從而分享基督的復活。我們同聲祈禱。我們也彼此代禱，求主賜我們為求天國，不惜犧牲，並在基督的愛內團結共融，成為蒙福的聖民。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本堂區新近患病及辭世歸主的教友祈禱，特別是亡者譚志邦，望主賜伊等永安及永光照之，息至安所。阿們。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至安所。阿們。現在請大家靜默片刻，為各人的心中意向祈禱。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天主父，你在光輝的雲彩中宣認你聖子為你所喜悅，命令我們聽從他。你早在萬世之前，也預定了我們作你光明的子女。求賜我們常聆聽你的聖言，洗心革面，善度今生，以獲永償。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請坐。奉獻詠係頌恩歌書153首，153首基督的靈魂。
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上主，我們懇求你，借此獻禮消除我們的罪過，聖化你信眾的身心，好能準備慶祝將要來臨的逾越節。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着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基督向門徒預告自己的死亡後，在聖山上向他們顯示了自己的光輝，為彰顯法律和先知所作證的真理，因此必須經過苦難，才能進入復活的光榮。為此，我們在地上隨同天上的天使，頌揚你的偉大，不停地歡呼。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所創造的萬物，你當讚美你，因為你藉着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聖神的德能養育聖化萬有，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好能時時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上主，所以我們懇求你，藉着聖神聖化我們獻給你的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使成為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我們遵照他的命令舉行這項奧蹟。在被出賣的那天晚上，拿起麵餅，感謝讚頌你，把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他又同樣拿起杯，感謝讚頌你，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信德的奧蹟，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你的聖子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難和他光榮的復活升天，並期待他再度來臨，以感恩的心情獻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請垂顧你教會的奉獻，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求你使我們借你聖子的聖體聖血得到滋養，並充滿他的聖神，在基督內成為一心一體。願聖神使我們成為你永恆的祭品，得與你揀選的人，首先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聖母的淨配聖若瑟、你的聖宗徒及光榮的殉道者，以及全體聖人，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我們靠他們的轉求，不斷的獲得助佑。上主，但願這與你修好之際，有助於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得救，並使旅途中的教會，我們的教宗良，我們的理主教施德望，所有主教聖職人員，以及你所救贖的全體子民，在信德和愛德中堅定不移。你既願這大家庭侍立在你台前，求你也俯允全家的願望。仁慈的聖父，求你使散居各處的子女和你團聚。求你垂憐我們的祖先、已亡的親友和所有在你寵愛中去世的人，恩准他們進入天國。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國永遠同他們共享你的光榮。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為你藉着他賜給世界一切美善。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我
們既順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才敢說。上主，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因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團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們。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
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蒙召來赴羔羊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當不起你到我的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愈。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請注意，現在係教友領聖體嘅時刻。如果你唔係教友，請就留喺座位，無需要出嚟排隊領受聖體。請注意，現在是教友領聖體的時間，不需要的話，請你坐一下，不要出來排隊。Attention please, people who are not Catholics, please remain seated in your own place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靈召詠係頌恩歌書第100首100首，耶穌臨我心中。
請大家祈禱。上主，我們參與了這光榮的奧蹟，衷心感謝你，因為你使我們雖然身處塵世，卻能遇上天上的恩賜。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我們教區成立450週年祈禱文。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讚美你，感謝你。450年前，你差遣首批傳教士踏足澳門，點燃福音火苗，使你的神國根植人心。我們步母遠東傳教聖言，繼續燃點福音聖火，使之愈發璀璨。沒有你的恩寵與助佑，我們終將一無所成。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仿效聖母瑪利亞的忠信與服從，虔隨聖徒德範，散發基督馨香，堅定不移地恪守教區格言，勤修學問，砥礪德行。主啊，懇求你降福教區的神職人員，以慈父的心腸和宗徒的熱心，牧養群羊，輔助病弱，時時處處彰顯你的仁慈與美善。也求你福佑眾信友，明辨聖召，各盡神恩，建設你的教會，為拯救人靈辛勤不懈。願澳門教區如燈塔屹立，引領萬眾心靈歸向你的慈懷。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請坐。以下有5項堂區報告。第一，教區為支持轄下嘅社會服務機構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籌募經費，喺下主日3月8號四旬期第3主日喺各台彌撒當中會有2次收獻儀。第一次係正常嘅奉獻，第2次獻儀所得嘅奉獻金將全數送交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該協進會一直為本澳嘅居民及教友嘅家庭提供服務，請各位兄弟姊妹喺下主日慷慨解囊，支持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嘅服務。第二，喺四旬期內，本堂逢星期5晚上8時將舉行拜苦路。四旬期嘅第2次苦路善功將會喺3月6日星期5晚上8時舉行，但當日耶穌聖心彌撒時段將改為聖心主顯默想苦路，教友可領聖體後領聖體後晚會繼續。第三項，本堂喺2026年四旬期教區堂區退省將於3月28日喺本聖堂內舉行，由耶穌會郭春慶神父主持，內容包括講道、靈修、朝拜聖體、告解聖事、晚禱及聖體降福。時間係下午2時至5時30分，歡迎本堂教友及其他教區堂區教友參與。第四項，明愛喺四旬期嘅愛德運動將於2月18日至4月2日舉行。今年嘅主題係幸福在身內，慈惠值心田。捐款信封及奉獻盒可於彌撒後喺聖堂門前自行領取，並請於4月30日前交至明愛。詳情請監閱堂區海報。第五項，3月份嘅堂區簡訊已經出版，鼓勵大家取閱並獲取堂區最新資訊。一息間嘅禮成名喺頌恩歌書207首、207首，耶穌救世無窮愛。報告完畢。今日個天開始冇咁暗啊，大家唔好咁快走，因為今日有3月嘅生日會。咁啊，我哋繼續喺主日懷住復活嘅呢一個喜樂，基督復活分享俾我哋，又能夠唔再喺罪惡中嘅生活。我哋一齊以呢啲生日會、呢啲嘅聚會、聖心晚會等等，大家安排時間，帶住家庭，我哋先至能夠好實在咁樣以信德行就，係行動力嘅信德，係具有行動嘅歸依。我哋一齊盼望天主幫助我哋得到呢份全身發光嘅恩寵，
散發住基督嘅芬芳，佢嘅光芒，德行嘅光芒。請起立。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上主，求你常常降福你的信眾，激勵他們遵從你唯一聖子的福音，今生時常渴望你聖子向宗徒所顯示的光榮，來日享見他聖容的光輝。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願全能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們當中。阿們。你們去傳揚福音、彌撒、禮聖。感謝天主。